后来，即摆世界各国拢希望会当赶紧来研发出新冠病毒的疫苗，也毋过都也无法度来量产咧，都已经来到秋冬咯。那新冠病毒阁要开始来春卡出手，参流行感冒的病毒嘛要来参一卡。国内外专家拢真担心，恐惊这两件病毒会为全球带来双疫大流行，死亡的人数会快速来增加。洗手要唱完2摆生日快乐的歌曲，出门一定要挂喙暗。这么认真做防疫，就是惊讲病毒的感染。即摆已经秋冬啊，是流感的流行期，就是惊讲流感和新冠病毒的合作伙变大流行。明年以后呢，只要新冠疫苗没有大于50%的效果，它就跟流感一样会持续再来。那从国外的经验看起来呢，同时感染2只病毒的人其实不在少数，所以这个事情大概10月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了。冬天了后，可能疫情无乐观，死亡的人数可能会阁增加。就连中国的传染病专家钟南山伊拢表示，今年冬天到明年的春天拢有疫情。国内医师嘛认为讲，台湾的疫情虽然讲稳定，但是就是惊讲边境开放了后歹收煞。大部分的病人会来自于国外进来的啦，哈。那只要边境开放的话，就开始陆续会有人把病毒带进来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隔离的。那全世界的状况都是一样的哈，那就是病毒就是在国际之间移动。医师提醒，除了讲目前防疫的政策要确实做好，边境的管制嘛要较慎重咧。建议民众会当去注流感的疫苗，和所有的感染风险会当降到上低。